八音团不同嘅场合，叫做我盘清道，无共用掠条曲牌，无到曲哦，掠曲牌啦曲啊，真无共用。掠条曲牌，大家听上哦，掠条曲牌，从哪位来啊？叫做用会按到上次掠到喺历史当中吼，其实本来就固有啊，像客家八音就本来都有嘅传统嘅曲，像太普调啊。掠首曲都係客家八音團，本來都擁有嘅。咁有一說咧係客家山歌，本來係客家山歌山歌跳，過用塔嘅來做來盤出來，掠都係山歌跳。譬如安尼地方像北埔掠太菜當中咧，咪有掠跳酒啊，掠條賣茶啦，掠條全部係較太較條咧山歌跳。像北埔南埔咧，亦都係。然後佢盤咧18模哦，上次每樣就咧塔嘅栽咧拿下來，來放做依家喺盤咧手嘅，依家盤咧乾，然後依家洗奶嘅，依家洗模嘅，18模就像山歌嘅對唱樣嘅。還有咧一條客家八音咧，佢條曲牌咧，其後咧北管音樂，尤其係北埔啊客家八音團，佢條用到轉到北管前邊咧牌子啦，冇到吹唱啦。一條全部係留北管嚟，叫做腔下空柔嘅一個曲牌。乜有一說咧，像南埔啊客家八音團嚟，叫乜票盤一條，你好多人叫做茶鼓跳啦、外戲跳啦，用啲塔嘅嚟盤出嚟，你像牛奶歌啦，一條全部係。乜有一說咧，叫做會用到廣東音樂當中嘅一條曲牌，像娛樂閒庭啊，一條咧叫做用一弦嚟來記。乜有叫做唱到南埔啊客家八音團，上次呢建設愛資料嘅安布時條叫做有嘅，我來圖安布時條呢，我來做了完成之前呢，差不多有2點鐘呢，家下呢上次叫做要唱1團、2團、3團來拼唱，呢則時間呢，叫做嘅客家人呢，總頭嘅客家人呢，叫做會點歌，故所呢叫做呢，較後生啊都會點嘅流行歌曲。我唱咧就塔嘅嚟盤，所以咧像我以前嘛就錄到唱嘅咧，我咪盤乜嘅波多野準啦、更當會啦，呢都是當時呢所流行嘅流行歌曲，嘅咧用塔嘅嚟盤出來。所以客家八音嘅曲目咧，真係來源千多。